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4月2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正因为热情的议长一句消防人员斗掠抓掠芳是做功德，引起真大的风波。上午伫咧消防局的业务质询，议员蔡淑惠再次提醒，消防局爱将唔是消防的业务刷到市府的其他单位，互咱的消防兄弟会当专心拍火。议员蔡淑惠表示，为了让消防人员会当专心救灾拍火任务，唔通阁因为掠抓捕蜂，或是动物救援来投入人力，事过奔波，甚至因此受伤。上午伫警消业务质询的积极替消防队员请命，要求消防局将唔是消防专业的工作移转予市府、乱局、动保处等单一堂口，你是要求因做功德。你们应该是朝消防的工作去做。是不是可能把这2个工作移到我们的动保处去做？动物的救援，动保处应该可以协助啊。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由动保处来做了。那我们做的部分是紧急的部分，紧急的部分还是要去做协助。紧急的部分，所以你们抓出来的受困的动物，就是交给动保处去处理。对对。既然台南市已经有动保处的成立，这个部分。我觉得你们消防局应该要跟动保处做一个协调，是把各个工作移转到动保处去做这样子单一窗口的处理，我想会更好一点啊。另外，议员董品娥也针对大型车顶造成的车祸死亡事故相当冤枉，要求警察局积极宣导预防性驾驶的观念，建议中央加入路口项目。你们是不是可以针对这种防御性驾驶的这个观念来进行宣导？更好的是，你们是不是可以建议中央把这个防御性的驾驶加入路考上？我想这才是治本不治标的最好的、最有效的效果。大湾汇报有做很明确的决定。针对这个事件，由监理站出面整合整合相关的政府部门。我们这段时间对台南市内所有大型车的行进，包括它所有的可能的问题包括它的装备，它的功能，我们要做一个整体性的检查，希望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发生。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虽然中青会办参拜圣祖的民俗活动是依照法律来申请的封路3天，不过因为封路的范围甲做法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众的出入，甚至让民众连家己的厝内面拢无法度倒转去。对此，议员王家珍接受定情，上午对着警察局来质询，并要求因检讨道歉。不管是厝第二头前满道入门，还是厝内车库停袂入去，阁爱停去图书馆等边缘，甚至主办单位竟然将雅术堂放伫公园内，将喷倒入去下水道等离谱。对此，议员王家珍以民众坐定情来质疑警察局所核准即摆宗亲参拜圣祖活动，竟然是这款的封路影响民众污染社区，要求市府检讨道歉。局长，我知道这个单位的朋友有请路权，对不对？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大家是相互体谅、相互尊重，办的我们的民俗习惯不要紧，我们尊重神明生该有的一个习俗，大家的一个敬奉祖先，维护优良的文化传统。可是现在虎尾寮乡所在，居民行不得也，进不了自己家的车库，那
你是不是能够一句说他们有请路权，就把我们搪塞过去了？可以依照规定申请政府应该核定的事项，没错。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特权说准许别人不能准的。另外，任何我们今天刚好我们所有分局长都在哈，刚才王议员提这个问题，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深思。任何我们核准的范围跟项目，绝对不可以影响当地居民日常的生活作息。另外，针对警察甲消防兄弟辛苦出勤、超时工作，不过得到的奖金回馈甲其他6都比起来，差别3500，不止排尾名。实际连是营业市的奖金拢比咱较悬。福基员认为相当的无公平，嘛真闹气，无分哪里达当争取，不过市府又愿以财政困难为理由。对此，局长表示，今年因游玩的编预算争取，及其他选择换保休，也是行政奖励方法，拢同款适用。内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前行政院政务委员高书博3月31号伫咧孔庙内发起着空污公投的联署，并亲自骑铁马上街头来宣传，呼吁着乡亲大家做伙来支持这项联署。争取国民党台南市长初选的前行政院长、政务委员高书博发起空污公投，希望利用民众力量，要求推动空气污染物总量管制办法。31号，伊亲自骑上铁马宣传，呼吁乡亲支持联署，做伙抵抗空污。借这样的这个行动能够唤起大家对这件事情的重视。而且当然，如果民进党现在的能源政策不做改变的话，事实上这个空污的情况不会改善。那我们能够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地方唤起大家的注意，而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公投希望能够采取一个具体的行动，就是我们要求台南市政府如果公投通过的话，在1年内要经过议会的同意，提出一个自治性的法规。那这个自治性的法规，它有一个目标的要求。那这个如果公投通过以后，就会变成一个法律上的义务，有责任去达标。那这个达标是我们要把这个红色警戒、空污红色警戒的时间，每年减低到35%。现在是51%哦，减到35%。那而且在2年内能够把那个 PM2.5的这个悬浮微粒它每平方公尺吧，还能够降低到15立方米以下。那这个我想这是对于现在那个环保署的这个标准对比来讲这是一个完全合理而且做得到的一个标准。我们只是把它时程加快，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能够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公投。由高书博发起的铁马行动联署车队为孔庙出发。沿途经过拢是人潮上侪景点，希望会当引起更加侪关注，互更加侪市民做伙来关心咱的健康问题。台南新闻张伟松采访报道。位伫咧后壁区的南华生物科技园区，每一冬只要拄到热天用水的高峰期，园区内面就会欠水，对着园区内每一间公司拢造成非常大的困扰。为着要解决今年度的欠水问题，上午因召开会议，希望会当寻求到解套的方法。南华生物科技园区内底热天欠水已经是多年以来的问题。为着要让今年莫阁有欠水状况来发生，园区内底业者寻求立委陈廷辉甲市员罗慧华的协助。伫咧上午邀请到自来水公司的专业技师来进行详细探讨，特别是针对因为热天。园区内底用水是平常时的3倍，安尼所造成的欠水问题，要如何去做改善？会当解决因的问题，包括这个园区内的口径的问题，咱自来水供线这个公路的问题，甲这个园区外公路的问题，还有蓄水塔的问题、高度的问题等等，这都是非常专业的。就是咱今仔若要开这条钱，要安怎互因真正会当彻底来解决因所有用水的问题，它是咱兰花业者的需求。因为从我们的苏焕智县长设置这个兰花园区，那其实。因为它的发展非常的快速，这个是超乎我们预期，所以发展快速当然
用水是兰花业者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咱就希望讲，既然咱业者有心要发展到咱台湾非常重要这个兰花品牌，咱就爱协助因，把这个水的问题来解决。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在5月跟7月这个用水最多的时候，可以成立一个专案。那今天自来水公司就是我们的副总也出席了，我想应该是可以彻底的来解决这样的一个缺水的问题。若要解决欠水的问题，一定爱甲自来水公司配合。伫经过2点外钟的会议，最后也决议要分做短期、甲中期、长期的目标，分别来解决。5月到9月这个用水尖峰这样的一个用水的一个需求那中长期呢，我们就透过这个，包括我们园区里面要增设水池，然后园区里面的这个管线口径要放大。那我们这个园区外面的那个管线，我们要增卖一条专管来供应这个是我们依照我们今天会议的结论，我们会持续的来推动。那我们也刚刚跟园区这边有讨论，是不是我们每个月可以跟他们开一个比照南科的那个供水的方式，我们每个月开一个供水的这个协调的一个小组那来这个跟厂商跟园区这边讨论，那我们怎么样透过供水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伫兰花生物科技园区内底所有业者，拢希望透过这个会议，无论是用欠水的方式，或者是专管配送的方式，只要会当确实来解决着欠水的问题，就赶紧执行，互因唔通阁因为欠水来遭受损失。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市府伫咧102年启动着修复市定古迹西市场计划。为伫咧西市场的西来安加巴尼纪念馆，为着要支持这项建设，特别伫咧1号来举办着新乡签刷仪式。代理市长李梦燕也特别出席着请新尊的仪式，来感谢着西来安响应市府的政策。市府伫102年向中央争取1亿8千万，作为市定古迹西市场的修复经费。该计划伫完工了后，会当提升当地的观光。为伫西市场内底西来安交巴尼纪念馆，以行动支持，响应政策自发迁移。1号伫市长李梦安、立委陈廷辉、议员陈义丁，以及文化局长叶铁山甲庙方人员，共同护请新尊，表明庄严隆重。真感谢咱西来安张丹署长甲各位副党李干事，大家支持咱西市场的这个修建把西来安目前所在的位置来做一个搬迁那让整个西市场的改建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相信配合这样的一个起头那能够让整个西市场整个全貌能够更加的这个完整的来呈现给我们全体的市民。西来安董事长詹正义嘛表示，目前会先将新尊请回大兴街本庙，预计伫6月时会将5号大地分灵送去大陆西来安祖庙，完成香火相传的任务。这5尊5部呢，5大地是要请过这个西来安，在福州呢，在福州有1150几栋的这个祖庙啦，做西来安，但是因为迄带还未整顿好。所以因为无所在所以因为在这个在今仔临时决定的我有代表市长陈明这是咱5大地有因陪代表暂时这新明先请过来阮本庙升旗也安坐安尼等这个以大陆祖庙西南遐用好，这5尊5部薪火相传。市定古迹西市场修复工程第一阶段会先为本馆以及北边开始修复，搁依照分开时间的政策进行2档的工期。未来专区完工了后，会当大大提升当地观光效益以及文化历史路线。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地方法院推动着模拟法庭的活动，31号伫咧司法博物馆来举办着国民法官选任体验剧场。邀请到司法院的副秘书长叶丽霞，甲台南地方法院的院长董武全以及法界贵宾共同来出席开幕典礼。
即马真侪先进国家拢有采用国民参与刑事审判的司法制度，像美国就有陪审制，德国有参审制，日本嘛有裁判员制。台湾目前嘛积极伫咧推动国民法官制度，并已经提出相关法律草案的审议，希望借由国民亲自参与刑事案件审判，来增强司法甲社会的对话，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国民来参与我们整个刑事审判程序，那让人民进来跟我们现在是说职业法官然后一起来共同审理、调查证据，还有共同来判，就是共审共判，这样懂点清楚没？所以整个全部的流程呢，让大家都来参与，不是只有我们以前推官审的，只有可以看，不能一起来决定。这样有这样的共识之后呢，以司法院是一个司法改革非常重要的执行单位，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司法院呢，我们就要去研究来评估一个政策出来。我们希望利用国定古迹，因为有过去1年来有20几万人来参访，那是让我们一个国民法很多国民来参与，就是亲近法院、接触法院，甚至了解法院都有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选在这个场所，那希望让透过这个国定古迹，让我们民众的接触能够进一步了解司法，对司法产生信赖，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国民法官选任体验活动将会连续3个月伫司法博物馆举办，欢迎对司法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前往了解。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着要提供台南市有线电视的客户收视的内容有更加侪选择。对4月份开始，业者推出了升级款全享餐，可当享受到100枚全家伙仔上网络食甲饱的优惠，也欢迎到咱市民朋友把握机会来申办。上主车甲3广有线电视伫全面数位化以后，为了让民众收视的品质甲内容更加多元丰富，除了原本每个月535块有79个个月级频道。4月份开始，消费者只要将数位电视升级全享餐，也可以当享有100枚全家伙仔上网食到饱，每个月只要550块的好康。BB 宽频从4月份开始要推出新的速率100枚，每一个月只要550块钱的超低优惠价格。那100枚，您必须要再搭上我们的家庭全享餐。那全享餐每一个月只要159块钱，所以每一个月您只要付709块钱的话，您就可以双重的享受我们的超高速率上网，以及我们有多达17个国内外高画质优质频道的双重享受。那这些频道内容包括有 HBO 家族、国家地理频道家族、福斯家族等等频道的内容，可以满足我们家里面每一个成员的需求。也则强调，该方案就是有线电视甲网络做伙办上加会好，有相同的享受。另外，4月份开始，伫所谓套餐当中，嘛首次出现紧急99的专案，
就是原本每个月爱300块的家庭餐，不过现在只要99块，而且佮加10块，就当收看8运动频道。另外，在4月份 ，VPTV 也推出一个超低优惠价的全新组合，我们叫金吉99。那每一个月只要99块钱呢，你就可以收看到2个专业的体育频道，以及6个非常精彩的电影频道。那除此之外呢，您如果再加10块钱，又可以看到博斯家族非常多的一些体育频道。那全部加起来，每个月只要109块钱，非常的划算。而且表示，民众除了到柜台申办，买当利用24点钟的线顶申请，4128833，全年无休困。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建兴国中产校舍为着要培养囡仔正面思考的观念，2号下午带领着产校舍学员前往南台别院来听取着总主持满洲法师的开示，并进行着突破任务，让学生会当对咧劳动当中来学习付出，落实3好的精神。2号下晡，一群来自台南市建兴国中的小朋友，由学校新教组长李明山的带领之下，来到南台别院学习3好。总主持满洲法师嘛出面接待，并依照佛教中的小故事，期勉学生爱感恩以及奉献，并以星云大师一碗咸菜的故事，讲解大师为感谢师公的恩情，发愿要将家己贡献给国家甲社会事迹，来勉励在座的同学。学习奉献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可以增加自己的好因好缘，也可以增长自己的智慧。第二，让他们学会感恩，感恩所有的一切，感恩爸爸妈妈为他们所做出的一切，所有一切的美好因缘，就是从感恩开始。第三呢，知道了感恩之后，他就会珍惜，会感恩，进而呢，会就在日常生活中呢落实常说谢谢。我想呢，从小培养他们一个正知正见的人生观，对他们的未来是很有帮助的。长大之后，人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以实际行动付出劳动力，为南台别院进行挽草扫涂骹等工课，让学生为突破任务当中感受为大众服务了后，得到心灵的平静以及欢喜，成为优质的3好青年。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理公共事务促进会结合济府城知名的美食业者，伫咧水上町交流协会举办着用爱用欢乐启动爱，由你做起的活动，招待同情儿童协会的囡仔，让这个囡仔会当提早来度过一个欢乐的儿童节。南市理公共事务促进会1号伫东区纳凉屋举办一场感人又搁温馨的活动，为着就是让囡仔以及同龄儿童提早欢度儿童节。伫活动现场邀请到明星食品、丹丽蛋糕、小安豆花、米雅手作以及转角鸡卵糕，提供予民众免费索取。伫现场，阁有气球等趣味的单位，予参与的小朋友有一个欢乐的假期。再过几天刚好就是儿童节，所以我希望用欢乐启动爱，把这些小朋友过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所以才办这场活动。然后因为这场活动会办在纳凉屋，就是也希望能够带动这边的观光，把观光跟儿童节跟小朋友的互动来结合在一起，使东区更好，使台南更好这样子。今天小朋友来的都超开心，也可以吃明星麻包，也可以吃水上顶烤馒头、味噌烤馒头，也可以吃豆花、吃鸡蛋糕，还有吃新鲜天然水果的冰棒，就要让小朋友过一个快乐难忘的儿童节。南市理公共事务促进会邀请府城知名美食业者，共同用欢乐启动爱，提早为囡仔度过一个快乐儿童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23度至28度。
8号，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4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